月球的表面。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平，佈滿岩石和坑洞。月球不會發光，人們看見月亮，是月球反射太陽光到地球的結果。月球的自轉和公轉。月球會自轉，也會圍繞地球公轉。月球自轉一周和公轉一周所需的時間是相同的，到時約27日。所以於不同時間在地球上觀看月球，都只能看到月球的同一面。月相的變化。月球公轉時，它與地球和太陽的相對位置隨之改變。我們看到月球受光的部分也會變化，形成不同的月相。農曆初一，月球在地球和太陽之間，太陽照射着月球的背面，我們看不見月球。農曆初一以後，我們看到月球反射太陽光的部分逐漸增加，到約農曆15，月球受光的一面完全向着地球，我們可以看見完整的月球，月缺月圓，一個循環相隔約30日。日食和月食的成因。當月球運行到地球和太陽之間，並形成一條直線時，月球會遮擋太陽射向地球的光，造成日食。當地球運行到月球和太陽之間，並形成一條直線時，地球會遮擋太陽射向月球的光，造成月食。由於太陽光非常猛烈，所以我們不應直視太陽，只可以使用安全合適的工具觀看日食。